去年5月初10，在台中发生吊杆落落去撼到中捷轨道的事故。台中市府是甲建商讨2.6亿的这个赔偿，也毋过这双方认知是无啥共。昨仲裁结果出来啊，即马是决定建商爱赔2.2亿，市府甲建商拢表示尊重结果。 去年5月，台中一运动着幸福发建案落到大吊拐，造成140个伤。台中市交通局甲台中一运公司讨2.6亿。幸福发昨日发布重大消息，公告仲裁结果，包含机械子公司在内，爱赔予台中市府甲台中一运公司2.2亿。 我们公司会尊重这个仲裁结果来做执行。从2.6亿元把这个仲裁结果依照仲裁结果扣除之后，我们会再收回剩余的金额。 台中市府甲台中捷运公司讨2.6亿的赔偿，包含受损等的列车计音像机电系统等费用。仲裁结果认定，幸福发公司坐如应责，要求国际嘉源工程行爱赔偿2.2亿。负责仲裁第三方单位中华民国仲裁协会表示，仲裁内容爱保密，无法度公开金额有精彩原因。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讲，尊重仲裁结果，2.6亿去年已经入手，钱一定会摕到。双方因为都协调不下来嘛，那只好交由仲裁。那所以对于仲裁结果，那大家都必须接受。那因为对方已经提拨了，那基本上。 第一个，这个钱我们一定拿得到，因为这个有要求对方要先提存哈。所落来，台中市府按算扣掉实际赔偿的金额了后，甲剩的钱还予幸福发公司。建商表示，造成事故的本身案外建案，预计1月底摕到使用执照，会伫3到4月时办理交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